这白色安全帽、穿着黑衣长裤的这个歹徒呢，是拿着一个枪，然后一个袋子呢是闯进了这个银行，那么跟行员说他要行抢。请趴下，请站进去。那么这事发是在11月22号下午哦。那么行员是吓得呢，立刻的按了警铃。那么警方在不久就赶到了。不过这个抢匪呢，是一听到警铃大作呢，他是立刻骑摩托车逃逸。那么获报的警方赶到呢，随后呢是在附近的巷弄呢，赶紧的包围，把这个嫌犯给逮捕制服。那么其实呢，这惊险的画面并不是真的，而是呢高雄前镇分局呢的一个防抢演练。那么由于整个过程相当的逼真，也让当时在附近的人呢误以为是真的。在防抢演练当中呢，其实行员发挥了作用，是立刻按了警铃，保全也记下了歹徒离开的车号，才让警方能够在短时间顺利逮到人。那么这个防抢演练呢，希望能够防范于未然。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。